目前嚟講，關於何永賢、房屋局局長同曾國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被炒魷魚離任嘅傳聞，官方仍然冇任何確認，一切都係政圈風聲同媒體報道階段。根據最新搜集到嘅料，主要嚟自明報、香港01、信報、星島、Instagram 等來源。截至2026年1月22日晚，呢個傳聞係從1月22日明報頭條爆出。指政府短期內有高層人事變動，至少涉及2名局長，包括何永賢同曾國衛。報道特別提到，房屋局轄下獨立審查組負責監管居屋維修，同舊年11月大埔宏福苑火災有關。但係李家超今朝早內部會議早討會已經講明，火災調查未完結，真相未清前，不宜行動，確保公平。所以即使真係有人離任，都未必直接因火災問責，而可能有其他政治盤算或者隱藏原因。以下我集中火力爆佢哋被炒嘅可能原因，盡量挖深啲，爆多啲料，講得詳細啲，基於多個媒體分析同知情人士風聲拼湊出嚟。首先講何永賢被炒嘅原因，最直接同最多人推測嘅就係同宏福苑火災扯上關係。宏福苑係大埔居屋，舊年11月26號發生5級大火，造成嚴重死傷。據報道，死咗168人，受影響近2000個家庭，係香港近年最慘烈嘅樓宇火災。火災發生嘅時候，正值大維修期間，涉及棚網安全、工程監管等問題。房屋局何永賢轄管，直接負責居屋維修監管，包括獨立審查組負責巡查同埋指示檢驗。事前有居民多次投訴棚網同安全隱患，但係房屋局回覆只係已經巡查同指示，冇及時跟進或者執法，結果釀成大禍。譬如 Yahoo 新聞同香港01報道過，火災前居民預警被無視，監管斷層，包括圍標、利益相連等問題，導致人禍成分大過天災。何永賢上任3年半，主要推簡約公屋、簡樸房，縮短公屋輪候時間。但係火災後，佢未有公開解說監管漏洞，反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多次出嚟解釋整體樓宇維修政策，令到何永賢被視為頭號高危。政圈風聲指公眾情緒高漲，要求問責房屋局高層。李家超多次公開講問責到底，無論高層基層，何永賢作為局長自然係焦點。房屋署動用過百名專業人員勘察之後，發現7座受災樓宇內傷好嚴重，鋼筋混凝土爆裂、鋼筋變形、彎曲、電力、食水、消防系統全毀，長遠安全難保證，拆卸可能性甚高。何永賢喺立法會回應時只推銷頌雅路西居屋安置方案，最快2029年入伙，但業主聯署394人要求原址重建，需時9至10年。佢話挑戰大，呢啲都令佢形象扣分。香港01分析，即使調查委員會由陸啟康法官任主席，預計9個月完成，未出報告，何永賢都可能因公眾壓力先被炒，以平民怨。另外有傳聞指何永賢任內房屋政策唔夠進取，北京對樓宇安全改革唔滿意，加上李家超任期剩1年半，想展現用人果斷，換人唔一定只因火災，可能涉及整體施政評估或者接班安排。總之，何永賢被炒嘅料最多，集中喺監管失敗同埋火災問責上。但係官方話，即使離任都唔係直接因火災，而係其他原因。呢個其他可能係政治考慮，譬如農曆新年前後或者3月兩會前調整人事，免影響大局。其次，曾國衛被炒嘅原因，表面上同宏福苑火災關聯較弱，因為政制局主要管選舉、政制發展、內地事務，唔直接涉及樓宇安全。但係政圈風聲指，火災發生嘅時候，2025年11月26號，正值立法會選舉工程高峰，選舉一度暫停。政界傳聞當局曾經申請延遲選舉，惹北京不滿。最後排除萬難如期完成，投票率31.9%，獲國務院港澳辦讚賞。李家超上京述職嘅時候，第一項匯報就係選舉加大火線後，習近平促拉緊落實問責。有人推測曾國衛作為政制局長，間接負責選舉期間危機處理唔夠果斷或者有失誤，令佢被牽連。
更勁爆嘅料係近期駐天津聯絡處主任鄭振生事件。鄭振生係政制局合約員工，喺社交平台晒命發文炫耀特權，結果港府火速解僱，華員會話社會氣氛低迷，高官刷存在感容易觸發公眾情緒。Instagram 同脈搏香港新聞報導指，呢件事令到官場反思高官管理，傳曾國衛需負局內管理責任，因為聯絡處係政制局轄下。鄭振生被炒之後，有人指冇得留低嘅唔止鄭一個，曾國衛亦傳短期內下馬。另外，信報同東周刊風聲指，曾國衛喺選舉期間表現唔錯，但係整體政制改革如23條立法後續或者內地事務處理，可能有北京唔滿意嘅地方。李家超任期剩餘時間短，有人分析佢想改革憧憬大，換人唔一定因火災而係另有盤算，譬如接班人安排或者係政圈平衡。香港01甚至全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更高危，樓宇維修整體監管，屋宇署負責建築安全，加上副司長級可能受影響，但係曾國衛被點名，可能係因為佢辦公室放習近平照鎮宅，但係表現未達預期。總括嚟講，曾國衛嘅原因較多係間接政治因素，唔似何永賢咁直接問責火災，但係呢啲風聲加埋火災善後壓力，令佢離任傳聞越嚟越熱。爆多啲料，整體嚟講，今次傳聞唔止呢兩人。香港01指農曆新年前後2月左右或者3月兩會前，可能有數名局長換人，何永賢加甯漢豪係高危組合，甚至有男局長列入名單，但係唔係曾國衛。之前2024年12月，運輸及物流局長林世雄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潤雄避免，就係國務院直接公布，先至一錘定音。今次類似只聞樓梯響，未見人落嚟。李家超今朝早會議強調，調查未完前唔行動，獨立委員會要審視圍標、利益相連等廣泛範圍，預計下半年先有結論。文匯報報道，何永賢估計7座樓宇拆卸可能性高，業主安置需時長，呢啲都加劇問責壓力。Facebook 同埋 Line Today 都有轉載，話截至2024年底已經有14名問責官下台，上屆政府換咗6名司局長，今屆繼續動盪。知情人士分析，李家超想展現果斷，但一切要等國務院或者特首辦公告先知真相。總結嚟講，何永賢主要因房屋局監管居屋維修失敗、火災預警無視、樓宇內傷嚴重等問責；曾國衛則係選舉危機處理、鄭振生事件、管理責任同政治盤算。呢啲料都係從多個媒體同政圈風聲挖出嚟，爆得夠多夠深，但係記住係傳聞階段，冇爆出官方原因。如果有新動作，如國務院人事任免，情況會即刻變。繼續留意明報、香港01、政府新聞處啦，有更新我即時爆俾你知。